28连续假期要到啊，其实28唔那是一个假日尔，对真济人来讲，这个日子充满着真侪伤痛的记忆。一礼拜有40外民间团体就集合要发起28点零的纪念行动，邀请台湾社会共同反省28对台湾的影响，并且以跳度维权，起造新国家为主要的诉求，督促政府为转型正义力头爱加强。在严肃的背景音乐中，更加以手语的方式念出台湾文学家的诗，带观众回到1947年的22班。另外，现场包括台湾人权促进会、台语文社等等社团，嘛举游行的旗案。这场28点零的纪念活动，拍算日日要展开游行，嘛会经过28个发生地、专卖局、台北分局、台北放送局，最后到行政院。台语文社社长林柔臣嘛起草一份跳度维权，起造新国家的宣言。咱主张第一，咱爱跳度维权，全面彻底清算国民党。咱唔惊空喙清创会痛，唔惊这条路有歹行。天公正前，咱会继续行建国的路。继续找出28甲白色恐怖的真相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要跟全世界所有的受压迫者站在一起。我们应该要跟全球的反威权的力量结盟，来一起去对抗当代的新的威权。28要到啊，公民团体嘛希望讲，除了放假以外，嘛提醒乡亲，自由民主得来无简单。